特版資訊香港有限公司，你嘅最佳業務夥伴。由返工嘅職員證、辦公室使用嘅文件表格、購物消費嘅信用卡，到銀行結賬單，特版資訊香港有限公司一直喺背後為大家提供生活必須嘅服務。特版資訊香港有限公司1972年喺香港成立，50年嚟以創新思維同埋日本總公司嘅科研支持，佔據市場領導地位。我哋係表格印刷同埋業務外判嘅先驅，隨後公司擴展業務至卡類生產同埋個人化服務、資訊科技應用同埋研發，成為一間 Digital Hybrid 數碼混合方案嘅一站式綜合業務解決方案供應商，深受政府、銀行同埋金融業信賴。公司於元朗自設2間廠房，共佔地達177000平方尺，分別負責數據管理同埋印刷、卡類生產同埋個人化服務。其中負責數據管理同埋印刷嘅旗艦廠房佔地12萬平方尺，榮獲 ISO 9001質量管理系統證書以及 ISO 27001信息安全系統管理證書，為客戶提供最穩健嘅數據保密服務。公司亦成功通過環保 FSC 認證，確保紙張由原產地到製成品均符合 FSC 標準。資訊管理服務範圍包括數據資料編印、人手信函裝封、機械自動摺疊及裝封、大量文件郵遞、文件數碼化資料輸入、業務流程外判、商業表格印刷、個人化產品宣傳單張、銀行帳單密碼封、禮券、門票同埋證書。此外，公司自資興建咗另一間相鄰嘅獨立廠房，專門負責卡類生產同埋個人化服務。面積高達57000平方尺，並具備 ISO 9001以及 ISO 27001國際認證。威士卡、萬事達卡、銀聯卡、日彩卡、美國運通卡以及 Sony 嘅 Felica 卡等，皆認可本公司為香港區嘅生產商以及個人化服務供應商。作為香港最大嘅卡片加工服務供應商，擁有佔地17500平方尺嘅卡片個人化服務中心，提供世界各大主要財務卡嘅個人化同埋後期支援服務。服務流程包括安全監控、稿件處理、柯式絲印及數碼印刷、材料複合、層壓黏合、沖壓裁切、燙印加工、晶片鑲嵌、卡片個人化服務、品質檢測、信封裝函卡片加工、貨物管理郵遞送貨。特版資訊一直為企業提供方便快捷、高性能嘅辦公室同埋生產級別嘅自動化處理系統，例如郵件裝封入信系統、加壓密封郵件系統、即時發卡機以及辦公室器材等。同時亦提供全面售後服務、機件維修、保養一應俱全。我哋喺業務發展嘅同時，實踐 ESG 以建立更好嘅社區。我哋亦不斷提升服務以及產品質素，開拓同埋發展國際業務，為唔同行業提供最優質嘅一站式綜合業務管理。特版資訊香港有限公司，你嘅最佳業務夥伴。